我以前都去開另外一間機構嘅，大概係我17、18歲嗰陣時開始食嘅，都有5、6年食咗好長時間嘅 supplement，但係都冇話一個好明顯嘅改善，就係發覺可能個原因係佢哋冇咁針對性。我當時就係網上揾到你哋嘅，見到你哋比較專注喺失眠嘅問題，大概4至5個月咧就開始有一個明顯啲嘅改善。而家就因為已經差唔多1年啦，而家就其實明顯好咗好多。因為我感覺呢一間機構咧做即係建議啲病人或者建議啲人食 supplement 之前會做一個完整嘅檢測，跟住報告再分析，因為每個人嗰個問題都有啲唔同，缺乏嘅嘢啊，係咪？可能有啲人係因為脾胃唔好，食得幾多健康營養素都吸收唔到啊；有啲人可能因為環境毒素太毒啊，要清咗啲毒先可以將營養吸收到啊。咁我感覺呢度就會比較仔細認真啲，同埋即係細心具體啲去睇到你真係個樣咩問題，再去處理。